高雄有鳥友佇咧大庇湖翕到這保育類的粉鳥鶯，而且是真罕得看到搖頸過程。另外，屏東科技大學也佇網絡頂頭直播這馬鴞搖頸，不時會當看到這鳥寶夾物件當來飼鳥仔囝。直播團隊也講，這直播會當觀察到馬鴞攏佇咧食什麼款的物件，尤其最近大家攏佇遐偷鳥鼠，因也反而講會造成馬鴞的食安危機。 高雄大庇湖這欉樹啊，一對粉鳥型的白仔囝徛佇樹尾頂懸，鳥工當咧甲家長來拿物禮互鳥仔囝食。這是高雄一個姓吳的鳥友，佇咧大庇湖走3工，真無簡單才翕到的畫面。保育團體講，保育類的粉鳥型雖講是唯一佇都市生態的猛禽，不只個因過攏是看到鳥獸內底孵卵帶囝的畫面，要看到離獸甲鳥仔囝學飛拍來，實在真難得。 逐漸的要逐步的離開青鳥，然後來學習捕獵、學習飛行。那這中間可能會遭遇到天敵的因素哦，獵捕的因素、氣候的因素哦，所以呢，野鳥的一個繁殖是一件大不易的事情。 徛佇食物鏈上頂頭的猛禽，伊的數量減少會影響到生態環境的腐敗。長期研究保育猛禽生態的屏東科技大學，最近佮一間生態研究公司合作，27開始佇咧網絡直播蠟鴞帶囝的過程。直播團隊講，透過24點鐘直播，互大家認捌蠟鴞，關心伊的生態過程佮食食健康。尤其因過台灣蠟鴞捌因為農藥佮偷鳥鼠，數量降到剩無200隻。因為這陣啊攏咧討論治鳥鼠的代志，團隊也希望會當對環境這些部分來下手，減少使用鳥鼠藥啊。如果像現在有一些鼠害的問題的話，那投放很多鼠藥的時候，就很容易導致老鷹去吃到這一些有老鼠藥的老鼠，那老鷹就會跟着死掉。它基本上就是會變成一個生態系裡面的惡性循環。屏科大表示，這幾十年來，因為禁用可尼當佮停辦全國農地偷鳥鼠的政策，蠟鴞的數量已經大大增加。去年的調查有1033隻，因希望透過保育觀念的提升，會當讓台灣的猛禽有一個安心的生態環境。記者柯明哲、柯家族、柯超雄綜合報道。